俄羅斯總統普京嘅訪華行程咧已經結束咗啦。雖然成個行程短短2日，但係中俄雙方落實咗嘅合作咧係唔少㗎。同埋大家有冇發現，俄羅斯而家咧仲係俾美國為首嘅西方世界咧喺度進行緊制裁嘅。但係點解我哋中國就可以無視西方世界對俄羅斯嘅制裁，繼續同俄羅斯去到做生意呢？呢度當中啊係隱藏住一個頂級嘅戰略思維㗎。咁喺影片開始之前，通知大家嚟緊嘅星期六晚上9點就有我哋香港青年嘅直播，大家到時記得準時收睇啦。咁喺影片開始之前，通知大家個消息，就係嚟緊嘅5月28號去到5月31號呢4日呢，我哋香港青年將會包團去到粵西地區，當中會遊歷呢個湛江同埋陽江2個城市。行程入面啊，仲會去到奧運金牌全紅嬋嘅家鄉，去到感受一下呢個產生奧運金牌嘅村莊，佢嘅風土民情究竟係點嘅。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把握機會 WhatsApp 阿小明，大家記住阿小明個 WhatsApp number 61570754。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我係大眼。俄羅斯總統普京就喺5月嘅19同埋20號咧嚟咗我哋中國進行咗國事訪問。雖然普京嘅行程咧係短短2日咋，但係中俄之間落實咗嘅嘢咧係唔少噶。首先，2026年對中國同埋俄羅斯之間係一個有象徵意義嘅年份嚟噶。佢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30週年嘅紀念週年啦，亦都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嘅25週年啦。同時亦都係上合組織成立嘅25週年。咁上合組織咧就係中國同埋俄羅斯去到牽頭搞㗎。咁所以之前普京宣布話要訪華嘅時候，咪講到呢次訪問係唔針對第三方嘅。嗱，呢個説法咧係一啲錯都冇㗎。只不過就有啲國家咧就比較玻璃心，總係覺得中國同埋俄羅斯一行埋咧就會傾一啲針對佢嘅嘢咁樣。咁好啦，根據官方發放出嚟嘅資料，今次嘅中俄高層會面係有啲乜嘢落實咗呢？首先就係中俄睦鄰友好條約咧就自動延期啦。而呢一種嘅國與國關係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係俾到全世界去到睇㗎。因為當中有3個不係好重要㗎。嗱，第一個不咧就係不結盟，第二個不係不反抗，第3個咧就係不針對第三方啊。喺我哋中國，我哋會將呢一種國與國之間嘅關係咧定性為新型嘅大國關係，因為舊嘅大國關係咧就係西方世界所編寫嘅。尤其大家望下嗰個北約咁樣，嗰啲係冷戰時期嘅產物，早就已經不合時宜啦。其實講得直白啲啊，兩個國家去到交往係必定有互相嘅利益，又或者大家喺國際間有共同嘅威脅或者共同嘅敵人，咁先至會促成到嗰2個國家去到結盟嘅。而呢一種嘅模式有個弊處係乜嘢呢？就係好易會形成陣營嘅對立。唔信大家睇返二戰嘅歷史，喺二戰時期啊，主要就係同盟國同埋呢個軸心國2個陣營咧去到打仗嘅。咁當然啦，戰事嘅外日一定又會影響到嗰啲咧冇加入呢2個陣營嘅國家。到後來二戰結束啦，到冷戰時期，整個世界大致上有分開啊，做資本主義陣營同埋社會主義陣營。但係呢個世界啊，經過幾廿年之後，呢種分開陣營嘅結盟方式係咪真係會令到呢個世界減少紛爭呢？所以我哋中國倡議嘅新型大國關係就係要鎖定頭先所講嘅3個因素，就係不結盟、不反抗、不針對第三方。咁樣呢個世界嘅秩序啊，先至唔會話開倒車返去以前咁樣啊。另外喺我哋中俄嘅聯合聲明裏面咧，亦都係講到啊，我哋中俄2國嘅政治主張都係要以呢個聯合國為中心。呢個世界發生乜嘢紛爭，最好都係以聯合國嘅機制去到解決，奉行多邊主義，而唔係咧單邊嘅霸權。嗱，好明顯又唔係話針對第三方㗎，只不過某啲第三方咧係確實做緊呢啲衰嘢㗎咋。好老實咁樣講啊，而家嘅國際環境咧就係中美俄3家最有影響力㗎啦。既然美國係我哋中國同埋俄羅斯嘅共同敵人，你估我哋中國唔知道啊？我哋拉上俄羅斯去到結盟嘅話，創造一個新嘅陣營出嚟啊！就算北約係點樣發展，都未必咧係冚得贏中俄㗎。尤其而家嘅環境，你話我哋中俄搞個新嘅陣營，
你估個陣營裏面真係淨係得中國同埋俄羅斯咩？大家估下，金仔嘅朝鮮會唔會加入？而家同美國打緊仗嘅伊朗會唔會加入？不過我哋冇咁樣做，因為中國同俄羅斯嘅外交關係呢，唔單止係兩個國家嘅外交咁簡單，而係一個將世界從單邊霸權裡面解放出嚟嘅教科書啊！再加上今次普京訪華落實咗嘅經貿成果，單邊嘅霸權對我哋中國嚟講呢，真係冇乜用㗎咋，因為我哋中國係世界上面唯一一個無視西方世界對俄羅斯嘅制裁去同佢做生意嘅國家。因為自從俄烏衝突喺22年開始咗之後呢，雖然美國帶頭去到制裁俄羅斯，但係我哋由23年去到25年，連續3年嘅貿易數據，中俄嘅貿易數字呢，都係超過2000億美元㗎。嚟到今年嘅2026年啊，仲更加誇張啊！淨係講頭一季咋，同往年嘅貿易數字比較，已經係升咗14點幾個 percent 啦。預計今年將會係中俄貿易嘅歷史新高嚟㗎。而且當中嘅貿易數字佔比呢，大家唔好以為淨係能源嗰 part 係佔得最多喎，因為能源嘅佔比呢係逐年下降緊，但係其他板塊嘅貿易數字呢係上升緊㗎。例如係農產品啊、跨境電商啊、一啲高科技嘅行業啊，甚至乎係汽車咁樣啊。仲有就係隨住呢啲貿易數字嘅增加，再加上我哋中國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咁所以基建同埋物流嘅角色呢係非常之重要啊。所以而家我哋中俄係落實咗滿洲里嘅一條跨境鐵路，去到俄羅斯嘅後貝加爾，繼續透過陸地嘅鐵路呢，就打通歐亞嘅大動脈。呢條鐵路起好咗之後啊，唔單止可以惠及到中國同埋俄羅斯，就連中歐嘅班列呢，到時啊都會係增加㗎。咁同時呢條鐵路又會帶動到兩地嘅口岸啊、海關啊，去到將以往嘅運輸流程去到簡化。除此之外啊，除咗經貿之外呢，仲有能源嘅合作。我哋繼續 keep 住去到買俄羅斯嘅石油呢，就必定㗎啦。喺石油同埋天然氣方面呢，我哋係完全冇理過美國係點樣廢㗎。仲有我哋今次同俄羅斯嘅能源合作呢，係唔單止限於呢個石油同埋天然氣啊，嚟緊仲會有核能方面嘅合作，由我哋中國嘅科技部同埋呢個俄羅斯嘅原子能集團就住呢個可控嘅核聚變呢，去到聯合研發。而且我哋中國同埋俄羅斯雖然有可能啊加埋啲核彈係多過美國，但係我哋係倡議和平利用核能㗎。咁當然呢句説話呢，係一個弦外之音嚟㗎。咁唔知道喺我哋中國嘅東面某個島國聽唔聽得清楚啦？因為嗰個島國身為戰敗之國，完全係冇資格擁有核武嘅，但係呢，就偷偷地囤積製造核武嘅東西。咁佢肯定唔係想話和平利用核能咁簡單㗎。仲有喺呢個科技同埋工業方面呢，中俄都會有深度嘅合作㗎。而家以美國為首嘅西方世界喺半導體啊、人工智能啊，甚至乎航天啊、衛星方面呢，都係打壓緊我哋中國㗎。咁但係呢，我哋中國就同俄羅斯就半導體啊、航天啊、人工智能呢啲板塊，去到搞一啲聯合研發嘅平台，希望可以突破西方世界對我哋嘅技術封鎖㗎。仲有就係擴大呢個本幣結算啦，人民幣同埋盧比嘅直接交易比例呢，係一直都喺度升緊㗎。因為中國同埋俄羅斯都好明白到啊，要打擊美國霸權，必定要打擊佢哋嘅美元霸權，去到減少美元嘅依賴。而且我哋雙方嘅聯合聲明裡面呢，亦都係積極咁樣推動全球多極化嘅關係㗎。而中國同埋俄羅斯嘅呢一種國與國之間嘅交往，就正正係值得全世界去到學習。因為兩個國家之間嘅貿易或者係其他經貿嘅合作啊、科技嘅合作啊，其實都係呢兩個國家之間嘅事，係唔需要有第三方嚟到長臂管轄我哋之間嘅合作㗎。所以喺特朗普啱啱訪完華嘅時刻，普京又過嚟訪華，咁就正好俾特朗普睇到，唔係淨係你識玩嘢㗎。你訪華嘅時候呢，就扮到好乖，又同我哋中國講話要擱置嗰啲對台軍售。但係轉個頭又想去對台售武，仲要加價，企圖呃我哋台灣同胞嘅錢。所以毛爺爺講嗰句説話呢，係至理名言嚟㗎，就係敵人反對嘅嘢，我哋就要贊成；敵人贊成嘅嘢，我哋就要反對。既然你哋要制裁俄羅斯，唔想其他國家去同俄羅斯做生意，咁我哋就偏要同俄羅斯去做生意，令到你美國佬帶起嘅全球制裁
變得軟弱無力。咁好啦，今日嘅影片咧就講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頻道，拜拜。